Hello，嗱，新鴻基除咗個橫窩仔加項目之外咧，而家仲有一個聖誕禮物準備咗俾大家 CLC 嘅二期，就係我後邊呢一度啦。咁我今日特登入咗嚟西沙，俾大家望下而家西沙高柏嘅狀況同埋周邊環境。嗱，可以望翻咧呢一度就係網球場嗰個位置嚟嘅，咁咧再篤多少少嗰度咧，其實就係足球場啦。咁呢一邊咧，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咧寵物公園，所以咧呢一個社區咧係非常之 pet friendly 嘅。咁呢邊嗰啲植物啦。下邊咧都已經準備咗一堆聖誕嘅裝飾同埋聖誕嘅市集噶啦，咁呢一個社區咧亦都係非常之寵物共用嘅社區嚟嘅，所以咧有寵物嘅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樓盤。咁可以見到咧呢邊1、2、3樓都已經進駐咗一堆商戶，最底層咧就已經有餐廳，同埋會有寵物用品店啊，其他 entertainment 啲嘅鋪頭。咁而其實邊度咧？其實喺呢度嘅啫。咁呢個高柏有啲咩設施呢？咁呢度可以見到單車徑、跑步徑、籃球場、網球場都算小兒科，高爾夫球場、rugby 場都俾到你。咁呢邊仲有個滑板公園啦，水上活動都做到俾你。嚟緊新鴻基 ICC 嗰度會有示範單位，有興趣嘅話留言嚟搵我，拜拜。